两下来看有乜嘅辦法，做得啲訓練閱讀嘅細節，理解文章嘅意思。一開始，你做得睇入讓下兩篇文章，寫下來，慢慢地簡單畫出因果關係，看出因，看出果，來了解作者寫兩篇文章嘅意思。就唔係當困難嘅事情咧，按樣就做得理解文字咧，寫下來，啲加強答題能力嘅部分。身體上睇這個，唔管哪隻題目，我先看先行，係講遇到困難嘅細節，做得轉去看兩篇文章，理解全文，來先看兩隻題目。我考理解係乜嘅部分，韓國啲讀嘅細節，一天我把握關鍵詞，按樣我那個分就係簡單咧，最尾祝福大家考試順利。